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一股乾燥東北季候風今日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初時多雲，下晝轉為天晴。朝早天氣寒冷，新界地區嘅氣温普遍降至10度或以下，大帽山更加只有2.2度，市區就有10至11度。而下晝由於陽光充沛，各區嘅氣温回升去到16至20度。不過天氣比較乾燥，下晝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降至50%或以下。轉睇下，11點鐘氣温係14度，相對濕度62%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天晴乾燥，市區最低氣温大約係13度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。除夕同埋農曆大年初一氣温回升，年初二晚同埋隨後一兩日氣温再度下降。轉睇下，隨住冷空氣逐漸減弱，日本各地嘅天氣回暖，氣温普遍比起尋日上升3至5度，部分地區更加超過10度。東京今日嘅氣温升到12.4度，比起尋日上升4.8度。不過下個禮拜天氣將會有變，一個低壓區將會掠過本州以南，並帶嚟雨雪天氣。下個禮拜一開始，內陸地區將會降雪，而下個禮拜三朝早，東京嘅氣温將會降至0度以下，並且可能出現今年嘅初雪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。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，大阪明朗，東京多雲，曼谷大風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多雲。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天晴，惠靈頓天晴，奧克蘭明朗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落雨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驟雨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驟雨，芝加哥落雨，羅馬雷暴，蘇黎世落雪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天晴，阿姆斯特丹明朗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